别人我们安安。你咋吃东西？咋不能？哦，嘛都是的。今儿何事？有恕罪周子山大爷来访，花花有请。有请周大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已不请示来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！文斌老弟呀，周大爷，我是晴儿啊。老周。呀呀！文斌老弟，是三兄。小子。三兄，请坐。我早已收下了。子三兄，与你好久不见，思念甚深。今日到此，是小弟喜出望外，多承挂念。不知领导老夫人可好？家母十分讲解，不知师兄夫人可好？托付。晴儿，这是哪也陪茶啊？买，我下得人来，滴水为敬，非但看，完全服众饥饿。晴儿，快与这大也陪就餐。这最近了兵之之道，不过我来得匆忙，未曾带来苏州土产，倒先讨了你这杭州韭菜了。叫继续，何来太太？掌柜，相公举备好。老周，请。今朝你来个不醉不休，好这心头万说事，有故不嫌最要事，请。小子呀，请来做小妾啊！此就是为。那么你的婚事，此君刚腾去，原空不知家。还不着喽！一定是你老太医因缘不上，把你的名字忘记了。我看你呀，还是到五台山媳妇为生算了。
老早休得取笑。请。哎，小姐啊，这瓜居无趣，何不谈上一曲，以助酒兴？好，今儿去琵琶来。啊，不知师兄细听何曲？我对此道说不清通，细听正片。这样说来，我是在对牛弹琴喽。哎呦，休得取笑，快快谈来。周大爷，叫我家相公请你带一岁昭君出塞，可好？好啊。好。好了，呀！好比是玉盘滚子，文是高山流水。弹得好，弹得妙，弹得好极了，弹得妙极了啊！贤妃呀，是贤妃。小主，看你哟！离恨聚义再三分，两结红丝胭脂粉，外抱琵琶半遮面，不像暖儿是美人。周大爷，我家相公本来就称最美人啊。哦，最美人的也好，从何而来？小嘴啊，你倒是说与我听听啊。这要嘛，本必有几名分银，相貌与我一般银，家母为是掌上针，时常陪伴不离分，他说一世上万中平，养上不了名贵人，只因家母是年生，终日挂怀泪不停，稍稍他见我记的是毛相思，就将我暖伴与长偏娘亲，从此就成了名，最美人人是转变行，就在暖伴与长看不清，此事令人不可信。我是分别夸他去，你满身渣难也难分。
不要生也在面前看得见，哪怕在城中之中，也要讲理神。好，今夜正是元宵，刚好灯是辉煌，有人侍者。你敢在这人群之中，也是这有难，一个地方，谁与配？好，三月台去三月台。老周，你先走一步，小弟改本，进来。好。小子呀，我是认出你便这样啊？莫非老周有意挡堵？不过小小动刀，粗心。赌什么？本人一不良。好，手拉可不要拉。情愿结账。老周，今夜三月台上见。小子呀，趁早备好，动套前。静儿，这三月台在什么地方啊？周大爷，这里就是三月台呀。哦，这里就是三月台啊。嗯。那好，我们去等在
这里。啊，哎，晴儿，你是你家相公男扮女装，做大爷我认得出，还是认不出呀？依我看啊，就真是神。好眼力，好眼力！大爷，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呢。哎，你讲啊！依我看啊，就真是神不差。我也见得。周大爷，我家相公乱扮女装，不要说你这大爷，就是连我家老夫人也认不出来。何况大爷，你这眼睛又不大方便。静儿，你与我下台看看，看见你家相公一到，你就来告诉我。周大爷，我家相公乱扮女装，我也认不出来。哎呀，你认他多年总比我好些嘛！去，快去！哎，你帮我认出来呀，重重于山。哼，谁要什么伤？我还是死故事到台下看灯去。晴儿一言来记心，反倒害我心不静。三月担心人世上先知用真宽灯，我天生一双情事眼，怎能承得住人病？眼看却遭进了心，叫晴儿台下先去灯。众人东张西望，分明是小贼般的。晴儿，哎呀，晴儿到哪里去了？啊，这位大嫂请了。清了。哎呦，毕竟黑龙张女生，倒也觉得像三分。给我开开她的玩笑。大嫂，你可是找人？找谁呀？咦，关你什么事？官府是找我的。找你？是啊，我在三月台上已经等你多时了呀。你在说些什么呀？心照不宣，个人道理明白。不是，衣冠楚楚少礼貌，58到话颠倒，19你年纪老，总管举办赢不少。还想用官府来吓我？总管举办我不怕，倒是你乱扮女装才不孝。谁乱扮女装了？扮的道理3分像，这是年纪太显老，怎样哪像是最美人
快乐到像是最老啊最老什么最姥姥累姥姥的，我可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，可是我认识你呀。好了好了，我这里先写过了。写什么100两银子啊？100两银子？哎呀，大丈夫是便是，赢就赢，不要装糊涂了。来，100两银子拿来。我看你是疯了。我疯了也不疯的。你再这样，我要嫁了。你叫我还是要你100两银子。100两银子。来，100两银子。林子，出了什么事？这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挑衅我。误会了，误会了。娘子，定是误会了。什么误会了？放在他命里。娘子，我们还是关灯去吧。哎呀，真的不是小嘴，难怪今晚不来告诉我，险些闹出事来了。他故意讲背着我，分明是周日心虚，定是小嘴般的。这次啊，不会错了。小嘴，要不是我老作啊，才能认出你就是个男人了。你是什么眼睛，连男女都分不清了？孩子吃文顿，个人道理明白。好了，来，100两银子拿来。100两银子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什么银子不银子的，快闪开！100两银子，快来，100两银子，快来什么？要来什么？哎呀，100两银子，来！怎么来的这么晚呀？他说我男扮女装，还想我要100两银子，哪知我不放。见着人嘟嘟长长，绝不是好人。哼，你刚才说你好事。师兄啊，刚才是我不对，实是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。你不是瞎子，分明有一条线。对，这里灯火辉煌，你又不是瞎子，分明有一条线。对我今日的礼仪可不？师兄，你看我的眼睛不变，君子同口不动手，请原谅，请原谅。哪有像你这样的君子？走，我与你见官去。师兄，这位相公，看他样子不像个外人，你就放了他吧。还是这位大吉说的对。算了，放了他吧，我们看灯去。好，下次再玩，绝不轻饶。绝不轻饶，绝不轻饶。哎呀，这个小贼怎么玩不来呀？多
谢这位大姐为我解围呀！不必客气，下次看人不可自此鲁莽。是。哎，这个小子呀，玩不来嘞！我早就来了，只怪你认不出来。莫非他就是？不！先草之间，引以为兄，不可鲁莽，不可鲁莽！我认出来，等我记上去。生财相貌，分明是小嘴般的，这次不会错了。不，这是小嘴般的，他定会躲避于我，怎么还会前来劝架呢？不得！不生错，老早就等到你数天赢了，给我再记上去。哎呀，你这位大姐啊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娘到哪里，你急到哪里？究竟是何道理啊你？这一代那宫中之地，你能看得，难道我去看不得？好，你看，今夜算我做子山倒霉。做子山，莫非你就是说这大名鼎鼎的做子山做大姐？真是。小女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独独识金。奇怪！请问姑娘是？周大爷。小女子家自清无妨，相隔周家一如家，弟弟开设头屋店，妇女相依度时光，只因容貌像周相公，周中常来往哦，你就是太武殿的许他家。哎呦，难怪如此，免说啦。在言语懂得，万千原谅。奇怪，不知在无才。谁说我的眼睛不好？这一次我可没有看出神。这大爷为何不见周相公同来？他即刻就来。哎，徐大姑娘，你时常监察他家，可见周相公男扮女装？你说的是周相公男扮女装？对呀。此事我可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三明四白。周相公当年扮女装，是我亲手敲梳妆。他头上发髻与我挽，
上动之花是无常上，一帘之分是与我马，两道绿梅是我瓦上，上下衣裙是与我穿，左右陪玩是我带上，莫说相邻人不亲，就是那亲生娘也难分的风雨王你这情绪来传递，定能生出真模样。我是许他花黑口，我要审他一时反张，真的？再来骗你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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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许大姑娘，我与你出生了吧！就像我今年扮女装，要我当面陈情伤，只因我眼睛做便当，恳求大姐来帮忙。少待他日到此来，请你对我开眼界。这种事情我不管。许大姑娘，事人之语匆匆遇上。为什么？我嫌你娘子不识量，你为敌，我不识言。哎呀，许大姑娘，你既然答应了，就该事事张望了呀。我只要守在这里，眼睛一闭，就知你家真相公来与不来。原来他还有这套本领啊！哟，你家真相公来了。哦，在哪里呀？在台前。在台前？我怎么没有看见啊？他已上了台前。上了台阶？我怎么还是没有看见呀？他已靠近你身边。靠近我身边？哎呦，我连个影子都没有看见啊！老赵小弟就在这里。哦，小姐啊，你这最美人的丫鬟真是当之无愧。老赵，滚吧小凤，滚吧小凤！一百两，拿来。我老夫来了，我老夫来了。几个漂亮的姑娘，就大爷代为夫人。大爷，大爷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尽管强抢民女，万不与我此谁？好一个标致的姑娘，美呀美！
再美，美而愈美，说不出来的美。我家大爷看中了，对小的们掐了回去。喂，不要你们动手，当心好忘了姑娘。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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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忘了他们，去，忘了他们，去。美人啊，你姓什么？哦，哎，我家大爷问你姓什么了？去。姓徐，许什么？徐大，这声音像是女郎闻音。家是什么地方啊？清河坊，为何一人出来看灯？愿与我表兄同来。那你表兄人？看灯计算了，看灯计算了，看灯计算了。姑娘不必怕，我乃是兵部尚书主子杭州王天宝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？姑娘不妨随我为夫，明日派人送你回去。家不去，不去也得去。王彪，小心保护着姑娘为夫。还望老夫抢走了。我是让我委屈，我是让我委屈。美人儿，你是来得去不得了。王彪，让得。大爷，美人儿啦，红在人相道，弯弯绿眉似狗毛，母亲世事没教，细细生涯杀漏掉。一宿13文，为首一款，老怕笑，你是走进那和尚庙，四大金刚，耶稣道大爷，去。王老夫是心高照理心强，周兵有意与他去开玩笑。大爷，民间女子冒出来，大爷你不必太夸耀。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啊。
悄悄元宵灯，祝月老哎，我与你从此配成鸳鸯鸟，夫唱妇在，哎呀乐逍遥，哎呀乐逍遥。从此配成鸳鸯鸟，我看你呀，老夫要变为张马。大爷家父全是高哎，弟弟为官才当朝。我母亲承受万岁来高峰，补贴包才要过人冒风标哎，吃的是龙冠，穿的是凤毛，吃的是狗鱼，换的是王标。也是你秋春沐浴的谢思绪，今生交上了好运到啊！大爷呀，我家地来你家高，凤凰足迹是配不了。没眨眼，将我的终身糟配掉。老早许太太，是啊，我丈夫肉帐里面做大夫，杀猪这样手段妙。小小杜甫何做到？我送信子把婚事了啊！不，怎么了？高德宝力气大，天涯起草，路上身为同道。你若逼他把婚配，他对着你喉咙去一拉刀啊！把我当子弹！哼！我王家是他门第高，我怕区区高德宝。他管亲事找上门，我送他结官去受瓦牢。个白纸口，个赤冷冷冷，一根个链条断上头，关上3年再从军，叫他一命不应烧。王彪，吩咐下去，挂灯结彩，摆动成亲。来，我王玉王。呀！你怎么这么多话呀？我在河里，你还在水里啦！哎呀，快讲，快讲！是。杭州城里才不小，大爷的名声不大好。人人称你是王老夫，一见女神就脱了袍。你看是面堂心是皮，我许他嫁了你谁少一靠。
陈老人，从不娘话一呀吵，真心天天不问人。我把后来不话起啊闹哎，一直当我不万岁，脸上骂我微笑，哦哈哈哈哈哈！证据这么好，哎，你才不信！可问王彪，你讲。对，耳闻是虚，一见是诚。你还不信啊？好，我当着你看。哎，大爷啊，大爷，你当的不够响。不够想啊？从来我哎，哎，大爷啊，哎，你皇上的威风到哪里去了啦？女人就喜欢这一套。哦，治疗到了谁在这道理？是哎妈，我玩一玩呀，啊，西北洞遇讲话，先讲话，后白糖，西北洞遇讲话，先讲话，西北洞，先讲话，先讲话，先讲话。哎，在了！夸奖是。许他家境虽不好，刚长的衣裳自小。大爷你真要帮我他，生前他是不能少。大三姐，实凶人他都知道，正要师傅出院门，半路一定会遇江涛。正要师傅手挽手，海上一定会起风暴。上山要落瓦袈裟，过要断脱毛脚，马蹄中间上爬草，烧要被天铺烧。大爷，人与长大要
哎呀，从前更是不得了，相思对婚难活，谁叫丑君不到山中，要命送掉。大爷，不要毛病，至于这么厉害啊？有点害怕。那以你之见呢？其我之见要等明早。那么今早呢？今早先送我回去。明早呢？明早有话叫前来陪我。哎呀，大爷，今天啊，就在我东书王李松一想，我一个人害怕。我们丫鬟陪你吗？若是你的夫人，谁要他们陪？哎呀，大爷，今晚啊，就在我妹妹房中离手一想。你妹妹？王老夫从中做更把婚事开，想不到天下事君有这光巧，君为相公才君心可好？啊，玉心不必。明天就是过晌了，我还客气什么？王彪，张灯带路，送徐大姑娘进入小姐的闺房。是送徐大姑娘进小姐的闺房。
大爷上来了。这般时候他来做甚？你在此等着哦。妹妹，哥哥，妹妹是一夜身上来何事？妹妹啊，有一个姑娘要向妹妹介绍一下，定是他欲把两家女子抢来。鸟语可生于家，为何要向我介绍？妹妹实质的喜，听然不已，待我瞥她一瞥。啊，妹妹啊，哥哥方才去看花门，见一位姑娘可可弟弟，好伤心。哥哥心中可不忍，我走上前去很愿意，说是表兄妹快登走石山，回家之路真不轻，我又怕人送他去，怎能一生路难行？因此与他指一下，王妹妹啊，你因我方面是他答应。我看你呀，是莫摆上担心，有点靠不住。哎，这是我把他抢来买，哎，为啥要被他到妹妹王给你来呢？是，哎，你谁呀？你谁呀？哎，对了。哎，来，哎，来，哎，快来见个小姐。见过小姐。既是此，谁让他屡失在此？多谢妹妹，哎，扫。哥哥，时候不早，你也该下楼去了。妹妹啊，她是一个乡下姑娘，不懂礼貌，你要好好照顾于她哦。知道了。咦，你怎么晚不走？妹妹啊，明天一早我会带她回去，你千万不要让她一个人走啊，兰香，宋大爷下楼。是，大爷，大爷。兰香，事后这位姑娘高好欢喜。是，姑娘才不来。长今
些，莫非万不安生？唉，听他叹息什么？唯有家里小根，可生存间诉衷心。看来小姐有意与我，哎呀妙啊！等到那生老子亡去家务生我以为王府门中一定要喜，有谁知沙土里面与王君秀英一片真情爱，我追上前去十分离，去嘛！此事不可推毛船，万须当面是真情。谁？是我，姑娘，这般时候你怎么还没有安生？陌生地方谁不知，还是让我委屈。哎，姑娘，事已夜深，怎能去得？反正我也心惧不宁，不想安生，我们还是坐下来谈谈吧。
岂不当惹了小姐？我方是请说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家住哪里？小姐呀，是缘不缘，情不情，离此也有3里里。请我放开豆腐店，早把叫做许龙喜，我叫许大年18，紫金上的配婚姻。小夫人家少离去，实话不怕难为情。一阵光阴一阵金，曾经乃马阵光阴。瓜子瓜，姑姑不为我美呀美笑，等到那生老之王去嫁何人？他想的与我一模样，可见得年轻时才不随与情深。他是自在请我方，让我来当天走问题。姑娘来。姑娘啊，请我方是个好地方，你可知自查多少有名人？莫非他有意将我来当庭，让我去担他一难在生命？小姐呀，东边之歌常常远，西边之歌见将军，南边之歌升天关，北边之歌李大人。好，姐生离就是没有行走的啊。姑娘，还有什么人没家？有了，没有了。他为何不将走家的？我这一想啊，难为情。小姐，你到底要当听的是哪户人家？姑娘，那早前生离的后面你这后面我，后面之歌无话大事，前面之歌正顺利，左边之歌王殿下，右面之歌冯医生，隔壁之歌陈虎郎，对面之歌。我要问的是有名人家。哦，小姐要问的是有名人家。是啊，哦，这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。还有一家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快说是哪一家？哎呀，
自在文笔。哎呀，对呀。将来才知这文笔，他的为人的可知情。小姐时时关心问，想必比过就是情。一非情，二非故，那为我做当听来又当听。他师傅文章称其人，为谁故儿雷同分。原来是姑娘，你可知道他讲情意？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、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无一不知。那这份病他怎么样？想我这份病像你这份病说错了，我想这份病他虽是外国文章才是情，婚姻大事相互慎心。看中上士千金玉，听说名叫王秀英，谁知小姐团虚荣，言他家境太清贫。哎呀，冤枉啊！什么？没有什么婚姻不正即有恨，一场大病就伤了身，足足病了3个月，睡得像根苦是根，看来性命是难挽救，得算是还算是里与往生。没有事，没有事。哎呀，是还好姑娘，哪儿来你？难为情，我不是。姑娘，这与你有什么相关？说好了不要紧。这份病何在看中我？看中你。几次同你来求情，几次托妹来求情，你的爹娘可答应？弟弟一听心欢喜，马上门口去答应。我上等家的追公子，好比是看儿女当年在心，云了今年是3月3，吹吹荡荡黑姑门。苦生生多生往里苦。
金手衣，不穿针，不走裙，不插花，不对碗，不读经书，不作文，等到今夜，老哟老，我哭哭啼啼去上空门。小姐，你听了我的婚事，怎么流起泪了？我是为你高兴的流泪。小姐，切莫为我高兴，这婚事有变啊！婚事有变，是啊，我早已想有一程，这对姻缘不相称。你说什么？我早已想有一程，这对姻缘不相称。为什么？我是一上大脚步，这两一侧往山城，将来夫妻难懂对，万事成早莫争取。真是谢天谢地！小姐，你听我婚事不成，怎么反而嫌弃天地来了？莫非小姐也有爱周相公之意？难以启齿。你去爱他，那你就该托人传结诉衷心。这是夫人传记，我娘为他郎，真的。从不是假话。不过此事可千万不能外传，手口是皮，绝不外传。姑娘，你可要亲手交接走相公哦。一定送到。多谢小姐恩情深，你是何人？小生就是最全部身上听笑声慢慢逃了。你讲，真有这不是冤笑，深山深海闹盈盈，母与好友来当渡，男扮女装去看花灯。这位你姑姑王老夫把我当做媒家人，强媳妇要成亲，千言万语难得身。他把我江流小姐的闺房来，这真是美满姻缘天作成。皇天帮啊，真天不做好事情，这是王爷强
正主人，我撩起如今擦望去，要与哥哥把一拼。哎呀，小姐慢来。小姐千万不能去了反我思君。小姐既然分兵也望小英。今日归路桥下也是你我有缘分，何定下爬头呀，你了将你我一片心。因此一泪思春，句句贯耳朵，我心。哥哥满望不讲理，去了反而忘事情。王守英为这份兵，非亲方人。今晨巧为在楼台，我不想对命有许，从我深你果真是最相公吗？千真万确，真是小生。我这里最相公诗稿一篇，你何不当场写诗一首？好。果真是最相公。小姐，你我既真心相爱，既用今生明月当空，你我何不对用恩师，一表真心？
行，快去！是，那我就去发请帖鼓花轿。回来，啊，大爷，鼓什么花轿，发什么帖子呀？那大爷昨天不是带了那徐大姑娘桃花轿铁夫仪仗？这都是我花言巧语骗他上钩的道理。哦，大爷手段实在是高。是，大爷大爷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去！大爷，外面有人求签，今日是忙一概不接。他说是苏州做纸商。说自善，此人刁钻饥渴，今日上门而来，定有事求我，不接。不接，不接，不接！哎，远道来访，岂可不见？谢谢闭门羹，再应相见礼。啊，原来是苏州做纸山是也，请问各小是？杭州卧九娘，九娘，这兄大才久已莫名，今日驾临而山，哎，欢迎，欢迎。王兄真是好客之人哦。王兄啊，今日府上挂灯结彩，不知为了何事啊？是小弟大喜呀！哦，是王兄接机呀？嗯，不知王兄娶的是哪一家千金啊？我询问的是哪一家千金？这兄啊，昨日园下开花灯，遇见一位美佳人，我与他一见心中情，我马上将他抢，我马上将他请进门啊！杨进门的请。这位家人苦得很，举止不得真为不答应，啥不是他跪在我面前哭哀求，我还要考虑3天再成亲啊！王兄宽等王喜事，我错也宽等找不赢。怎么不赢啊？我与眼的最文明啊，也是同饮宽花灯，正在看到高兴时，一遭老夫藏进城。今日老虎藏进城，小弟为何不知情啊？我错身，张了武装破响一书生，抢了妻子忙逃奔，女人看见这错身，匆忙逃进王府门。到进我家，哎呀，哎，美玉呀！哎，有人亲眼看见的。他哗众大吃，对呀，明明是在说我，是啊，想我抢过多少女子，从没有错。待我问个明白。这兄啊，那老夫抢的是什么男人？是我眼里最文彬，最文彬是个男子汉，那老夫男女分不清。听他话中是有理，莫非我这外抢的是最文啊兵？王兄啊，
既然王兄已将追文兵抢进府内，小弟我先告辞了。大爷，这大爷，请坐，请坐，这大爷，却是为何？这兄啊，那追文兵昨晚果真叫扮美女前去快对。对呀，我的妹妹啊！你的妹妹怎么了？哦，一定是你将追文兵抢进你妹妹的房中去了。小贼呀，小贼，你因何得福了啊？王天宝，你好。文兵言之情，老老实实忠人啊！你将他送进小侄归里去。成了什么心？我要把传单发表追证，其实是小言老夫论枪声，出枪来自追文兵。宋玉梅。情深，你无色，你什么无色？那好，我就到外面无色去。你是，这说，朱三子，这老爷，这紫衫，哎呦，
计才此。哦，当遇霹雳从天降，兴亡一乱，常归王。走！大爷，你好早啊！走！哎呀，像她这样漂亮的身材，非免是个女子，真是专文兵加倍，细细上了做子山的多。哥哥，请坐。走。大爷，请坐。走。哎呀，快他家大事，分明是个男人啊！妹妹，你知道他是谁呀？他是队伍店的徐大姐呀。哎，对，队伍店的徐大姐。是你是只带他上楼，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呢？幸亏妹妹还没发觉，待我快带他下楼。来，走。啊，哥哥。这位姑娘为人很好，我想与她多住几天。哎呀，妹妹啊，再留下来可不得了嘞！走，一人不能留，小生告辞。啊，你是男人？想我这次追文兵，昨夜草上政府，万请王兄原谅。你真是追文兵，你将我天马，哥哥你好。哎呦，大声哥哥他不认，未必只得受刑。虽然本是王金玉，归是王家九龙营。我实是三才多，男人就是那不公人皆不用神。不在四方进公途，无作非为强于人。男扮女装为快不成，还要送他到归楼门。我是从出到娘胎来，别人出过一步门。哦，男人十句话，八不是把官司赢，亲门邻里都称赞啊！是不是三真是的三真的贵千金？出名声被你攀，总算是挑出媳妇也洗不清。我想与请老夫人。来！妹妹，早知道他是男扮女装，什么你们也不会到他上楼的呀！哼！你可知女儿家名声最要紧？这件事我岂肯干涉于大人？后堂清查老娘去，分清是非把利弊。还要写信到京到父亲，谁说你在家不肯守本分？黄银花到凄凉，与我
大名声，他一怒之下为家来要将你洪家大有一赶出门去，都是怒死夫人坟。妹妹，你去烧了我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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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妹。女儿，母亲，儿郎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天宝啊，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这位姑娘，你是何人？怎会来到我女儿房中？你去问他。母亲，娘哎，母亲，哎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母亲，她是暖伴女长，这一个个将她记在女儿房中。王都怒气生，为什么男扮女装进屋门？他不问今有将我抢。市场贵妇们母亲，哥哥快上迷了心，今在暖女为吩咐亲。纵然我儿一时冲，就该当场十分明。小生总有千张嘴，你是哪里识得清？哥哥是我活泼压红了眼，千言万语他不听，千错万错是哥哥错，此事怎能怪别人？到了小姐回房内，不识真情又为何因？到了妹妹闺房内，不识真情又为何因？娘，小生查是真情家，却不是忘了小姐好名声。男人藏在闺房内，还是哥哥抢进门。此事啥事怎样看？王府一面要对关进。哎呀，母亲，此事啥事怎样看？此事要传遍杭州城。女儿，了不见王秀英，可怜可怜我周文斌，昨夜一笑不成才，今日还将看公文。你是周文斌，想不到他是周文当年曾来杀过情，真是冤
冤家呀路风，倒不是立刻请他去动手。醉公子，请受谢伯母。醉公子，你本将来的才子，道德文章神正经，几位小儿来无强，此事我也不追根。听罢，快送公子出府去。且慢，始终做一笔将进门，家中定算江湖行，今日计算为家去，家不定要跟原因，杀将真君说出来。哎呀，母亲，女儿要秀英真出女儿，不说不讲真情讲，欺骗母亲不孝顺，做也难，有也难，请老夫人来治理。话中有话长生意，莫非是家此要下去修理？我王家高来追家的，咱们不恨因不相称。醉公子，想你暖扮女装，未免有所失闻。此事传扬出去，怕对你也没有好处。我看不是也罢，松开。且慢，此事不可不深传，只可见昨夜有人同看本。我人苏州家园走自杀，将亲只是他独自去。娘，既那不中之山，要转进去属于民。刚才已经上门来，我已是答应陆正军，他定要大街小巷贴传单，这此事才变杭州城。也不为病，也不亲，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。哎呀，母亲，女儿总是一闹翻天，要想收拾还不能，女孩不理我是去头前头了残生。妹妹，女儿，妹妹，女儿，妹妹呀！他说还不快过府去把这只山请来？要是他不来呢？就用八对大轿把他带来。哎呀！
为了何事？禀老夫人，八圣大桥到。八圣大桥，禀老夫人，见副里长到。见副里长，是谁叫你们叫的？不知道。这西堂又是谁叫你们设置的？大爷今日要许那姑娘拜堂，所以我们去。真是荒唐之极！大爷人名？不知道。还不快去醒来！是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禀老夫人，官是周子山来了。哦，张天官略领导。他们来做什么？因大爷大喜，得来拜候。是谁发的帖子？不知道。叫他们到客厅奉茶。是，客厅奉茶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周子山来了，有请。是，有请周大爷。周大爷，周大爷，周大爷。神你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周大爷是不开正门，他不进来。开正门。是，他开正门。周大爷，周大爷，周大爷。啊，开了正门为万不见神你。老夫人，老夫人。老夫人，周大爷是追出了沈家。怎说追出了沈家？他说王家是自私的理上非追出沈家，为何不见老夫人亲自下女？老身亲自向你。是，老夫人亲自向你。队长亲身小得一礼，不管啊，不管！伯母真是教子于法，一道好道出好名，好母生好子，岂能不拜？他的话比魔鬼的刀还厉害。做演着，请谢伯母。演着大名，今日得见，不报虚传。伯母，今日府上瓜灯结彩，想必伯母垂胆之极。他是明知故问。所以言着，你真是读书读得多，了知写成苦啊！你看这上面写的。哦，原来是一个大大的喜事呀！不知令郎娶亲，便是令奴儿女归了。哎，都是脑残的小娃。哎，婚姻大事，岂可儿戏？我请作演着前来，枉为他是弥补过错啊！弥补在弥而不知。要是自己补一补，叫一个裁缝来补一补，不就完了吗？何必我不得他脚把小子抬来嘞？真是老人做小姐，一个有来一个喜。演着呀，伯母，最晚并乔张看花灯，故而对他十分美。阴差阳错闹笑话传出去，因为我家好名声啊。昂达比母上诉他公子。
所以言者，你千万不能去提呀！看在老身份上，就将你好友周文斌带回家中。你不言，我不语，此事也不会传扬出去，岂不两件其美？你要我做此山闭口不言，这种丑事就这样做给过去了。真是。哎呀，可惜呀，这如意算盘当不成喽。恰是为何？你想啊，你儿子昨夜将人抢进府内，今日府上挂灯结彩，全府里长都摆放在门口，那些拍马屁的官员都纷纷前来贺喜啦。老夫人，李将军前来拜见。他来做甚？因大喜大喜得来拜我，叫他到客厅奉茶。是。老夫人，禀老夫人，申二令张医师前来贺喜。呀，叫他们都到客厅奉茶。是客厅奉茶。伯母，既然你府宾客盈门，小人无限告辞了。昨言这满嘴，都怪我儿做事荒唐，万青言才相国良差，应得才是啊！既然伯母如此看得起我老祖，那好，我就替你出个主意吧。言着请讲。既然你府宾客盈门，当然是要办喜事的喽。办喜事？这办喜事嘛，不是儿子成婚，便是女儿出嫁。我女婿配后生，当然是江南才子周文斌。周文斌，事到至今，也只有如此了。兰香，请小姐与周公子前来见我。是，欲请小姐与周公子。这就小姐小姐呀，我是托你的福，是从这北地他家来的。母亲，唤女儿前来有何吩咐？儿啊，为娘做主，将儿的终身许配于周公子了。你看意下是何？母亲。自挂哥哥开荒唐，将公子寄送儿归房。公子是通宵端手在归路上，自诉他里曾经娘。真乃是婚姻，他是比儿心，还需要媒妁之言方可当。女儿言之有理，暂且开下。做言着，伯母，千里姻缘已现前，
为我做媒人，万望沿着来月城。那好，我今天就来做一次媒人，看起来哟，这姻缘万事老总来月城小姐呀，我母愿意将她的千金小姐许配于你，不知你意下是何啊？高攀不上。小姐她又在羽毛，杭州才女才不孝，分凭我爱她才貌好，我眼神突然就请做月老啊！王天宝从中来捉根，说什么周家的来王家高，说什么本兵是个穷小人，说什么金枝玉叶正配路边草，今日里要向文兵用quân事。王天宝必须当面来讨娘。对，这接令万须西陵人，我看呀，还是叫王天宝出来赔礼道歉。叫天宝来赔礼，岂不令他难看？哎呦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包庇你的宝贝儿子，是不是你当初过问宠爱于他，他也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，败坏了王家的门生？哎呀，生出这个孽子真是家门不幸。来人，在快去把大爷请来。是，大爷来了，大爷来了。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竟做些荒唐之事，叫为娘难以做人。如今这沿着帮忙出丑，还不快去谢过？结果作兄，这位仁兄，你是谁呀？小弟王天宝啊？王天宝，天宝兄啊，你是从什么地方出来啦？哦，我家大爷都在厨房里面的稻草堆里。哦哟，难怪这堆上啊都是稻草了。天宝兄啊，一天不见，你怎么了一家？你这只老虎怎么变成灰皂猫了？才怪啊！哎，天宝兄啊，你明明知道抢进来的是个男人，怎么还要去发帖子过花轿，弄得无法收场？如今的母亲为了皇家的脸面，你妹妹的名声，要我做媒，将你妹妹啊许配周文斌。可是他不得已，他一定要你。要我做什么？要你赔礼道歉。我不愿意啊！那他不肯成婚，你想啊，你父宾客隐瞒，把你抢错人的丑事都传遍杭州城了。我看你呀、今后是何做人么？
今晚要到面去了。啊，大爷，哎呀，是的啊！文斌老弟啊，这关我下了眼，凑巧，如今你娶了我的妹妹，哎，你也不吃亏的哦。想当初我托人做媒的从中作梗，当初嘛是当初了，那么今生呢？今生嘛是今生了，已经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嘛，就这样回过去了，回过去了。你不要问，不要问，一岁好一个光阴，学好调度无拘绳，无用于当举得赢啊！了得，就是你父母平生少将军，我劝你老子为的快归正，快归正。实在相处生啊，这父妹妹来家人啊，来家人。小子呀，你说也说了，骂也骂了，这种丑事们就为勉为其难吧。公瑾不是聪明，只是岳母在上亲手小许一把。还给谢姑做演者大美，东西作秀，真正的美人是你的群兄王天霸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禀老夫人，赵状元请将军和王妃之父李大人前来贺喜。做演者这宾客营们一看是何是好？那就立刻亲自行身，带到成亲。这里无有吉福，这有何难？天宝兄，你不是早已为他准备好了吗？是延续快去跟我接风。是来人，在告知六位宾客，今日母女出国乃是大喜事，叫他们都到厅堂迎娶。是厅堂迎娶。做演者，这站礼请谁来担当？哦，我今日好事做到底，这葬礼万事与我遇到演着了。师兄啊，那些传单贴出去了没有啊？什么传单啊？就是我抽签周文斌的传单啊。哦，那些传单们贴出去了？没有，还没有，没有？那么是谁国的画家发的帖子呀？哎，是我啊！这是谁？你这遇到亲戚行人，也可拜堂成亲。王老夫强亲，抽枪周文斌，无奈
辈妹妹取名边红尘。大姐。